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你的鄰舍。第九誡表面上似乎只係對律法同道德行為嘅約束，但佢嘅深層意涵涉及社會、倫理同信仰秩序嘅核心。作假見證唔只係講大話，更係將個人嘅意志、偏見或私利凌駕於真理之上，破壞咗社群建立喺互信同正義之上嘅根基。聖經對真理嘅重視，在於佢係文明存在、法律運作同社會秩序不可或缺嘅基石。神學層面上，人類被造為真理嘅承載者，神本身係光同真理嘅化身。每個人若選擇作假見證，就係對神聖秩序嘅背叛。真理唔只係抽象概念，更係一種生活實踐。佢要求我哋喺言語同行動中忠於事實同正義。當言語失真，神所設立嘅秩序就被侵蝕，正義同公平亦無從立足。歷史層面，作假見證往往係社會崩解同暴力滋生嘅前兆。無論係古代嘅控告誣陷，定係現代政治同商業社會嘅假資訊傳播，核心問題都係人以謊言取代事實，使權力、私利凌駕於真理之上。第九誡警示我哋，社會存在同公共生活嘅可持續，依賴每個人維護言語嘅誠實同可信。倫理與心理層面，作假見證源於私慾、恐懼或報復心。呢種行為唔止傷害他人，亦腐蝕作偽者自己嘅心靈同良知。主耶穌喺登山寶訓中指出，心中嘅動機同意念同樣重要。因此，誡命要求我哋唔只要避免口頭造假，更要喺心思意念上追求真理。生活層面，作假見證唔單止出現喺法庭或正式場合，亦存在於日常社交、職場、家庭同網絡環境中。隨意誇大、曲解事實、散佈謠言，都係破壞社群信任嘅行為。第九誡提醒我哋，真理係社群存在嘅根基，言語係維護正義同秩序嘅工具。尊重真理，就係尊重每個人嘅尊嚴同社會契約。哲學上，第九誡提出一個永恆命題：沒有可信的言語，社會只剩權力角力。信任同正義建立喺真理之上，而真理嘅缺失會導致暴力、猜忌同混亂。維護言語嘅真實係每個公民嘅責任，亦係文明
得以延續嘅前提。第九誡因此唔單止係一條法律規範或道德勸告，佢更係一條關於社會秩序、倫理責任同靈性誠實嘅律法。佢話俾我哋知，追求真理、守護正義，係回到造物主所設計的光中，建立持久社群嘅必經之路。唯有言語與行動忠於真理，個人、社群與文明才能共同在光中長久安穩。